避难所，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，使我苏醒。你爱里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。我要爱你，要永远坚定地爱你，亲近你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。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。主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，使我苏醒。你爱里，主，我成为你的。先到这里好了。大家平安，平安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用我们的歌声赞我们的上帝，一起拍手。荣华生命的主宰，到处燃烧生命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权力之上，我最好写出我生命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让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不能与你相比，我们只要单单的来荣耀你，来赞美你。
我全能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完美在天地之上，为我罪流高血赎回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感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一起唱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享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唯一。在我们患难、困苦、被世上的事物迷惑、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你总是在我们的身边。有时候会迷惘，找不到前路方向，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。你懂我的沉默，也懂我不管多久，你永远会陪着我。宇宙浩瀚，为你所造，我虽渺小，在你眼里我无珍宝。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，如此的权利，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，这一生寻寻觅觅，跌跌撞撞的曾经，自从遇见你，期盼每个黎明，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。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，永不变的约定，飞到地去寻见你，你都在里，我愿永远栖息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唯一，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一次。有时候会迷惘，找不到前路方向，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。你懂我的沉默，也懂我的软弱，不管多久，你永远会陪着我。宇宙浩瀚，都为你所造，我虽渺小，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。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，如此的权利，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，这一生寻寻觅觅，跌跌撞撞的自己，自从遇见你，期盼每个黎明，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
在里，我心永远属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来更多的爱你，亲近你，不再想着依靠自己，而是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交托给你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你，栖息在主你的同在里。我们一起来唱。主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，是我苏醒。你爱里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。我要爱你，要永远坚定的爱你，亲近你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里。主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，是我苏醒。你爱里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。我要爱你，要永远坚定的爱你，亲近你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里，没有人能像你，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没有人能像你，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没有人能像你，没有人能像你，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没有人能像你，用爱满足我心，你是我的唯一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
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。主，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，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。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里，走进你心里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会被世界上的事物所捆绑，导致我们迷惘、停滞不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求你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，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都能够得到平安和满足。孩子，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报告。教会消息报告：本主日知梅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暨召开小会。第二点，下主日4月6号是清明联合追思礼拜，适逢清明连假，所以我们那个主日爱餐暂停供应。然后第三点，2025第2季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在1楼招待桌，那按进度每日读经灵修。第4点，第2季服饰表已经张贴于公布栏及各团契的赖群组，需要纸本的兄弟姐妹，请至1楼招待桌自由索取。然后第5点，2025年1、2月的财务报表也刊登在公布栏，那请自行参阅。团契消息：4月26号，松联团契举办春季灵修之旅，那详情请洽会长，那个梅妹会长。下面的奉献明细我们就自己看，如果有误的话跟英姐更正。那我们现在进行奉献，请司献的同工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聚集敬拜，愿你今天也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当我们思想今天的经文时，也求你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富足不是财物，而是与你的关系。求你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
听见你的话语就愿意改变，做一个在你眼中有智慧的人。我们现在也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，同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，我来念。我念那个新标点，就是圣经的版本。好，我照上面念好了。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的判官，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？”于是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躲避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。”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有一个财主，田地出产丰富，他自己心里想：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，怎么办呢？就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库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自己说：你这个人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供多年享用。”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就要你的性命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正道题目是“无知的财主是谁”。我们请义杰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话语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，指引我们每一天的脚步。愿此时此刻，你亲自带来安慰，带来医治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，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来聆听主你天上的话语。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。喂，有声音吗？我怎么听不到？人都很努力的为了自己的未来在打拼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不管时代如何的变迁进步，我们现在说的 AI 科技的时代，当人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是随着年日、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你就会想明白一些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人本来是双手空空的来到世上。约伯记1章21节这么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”也就是说，我是空空的来到这世上，有一天我也会空空的回去。人经过日子的努力，渐渐有得到一些外在的东西。这外在是什么东西呢？可能是一个家庭、财富、地位、名声等等。不管是多或者是少，其实也不管我们的年纪。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有一小微微的声音，来跟你说：当然，我们的内心需要得到满足啊，并且你对未来有许多的疑惑跟不安。你有时会说：难道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穿吃喝、享受过日子吗？所以我们看自古以来，
就存在了很多人在追求，在宗教上面、心灵上面、算命上面、卜卦上面，要安顿自己的心呐。其实大家有注意在电视上看到哦，很多有钱人哦，除了基督徒之外哦，常常他手上都会带了一个什么活猪啊。你注意看一下啊，以前台湾的首富哈，那个活猪都很大一颗。他带为什么？他想安顿，透过系统安顿他的心。甚至我们其实他想要知道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其实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就有许多人想要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3节。13节，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。”其实不管是以前到现在，分家产都有明文的规定。啊，以前当然是大的长子多一份了啊，现在是怎么样？平分吧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分财产这个事情啊，不管自古或到现在，都有许多的争吵。长辈跟孩子反目成仇，兄弟手足什么相残。这个冲突的背后，其实呈现的动机是什么？是人性，跟着人性有很大的关系。为什么？贪婪。每一个人都想要多分多一点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当有人分多了，相对就是有人呢会分少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哈，有的分少的就拿了一个枪到分多的兄弟面前把他杀死。啊，这个是台湾你们社会新闻看就这样。今天的经文16节到19节是一个财主的故事，是大家非常熟悉，从小主日学有听那个财主的故事。耶稣透过财主的比喻，要跟我们讲什么？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活才有意义啊？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活才有意义？故事是这样子：这个财主他非常的烦恼，烦恼什么？收成太多啊！我曾听过哈，我们松联一个长辈，他有一个朋友，在忠孝东路有很多的房子。他说他这个朋友每个礼拜都很烦恼，因为他收了房租太多了，收了房租太多也烦恼。这个财主就是这样，他田园收成太多，他很烦恼，要怎么办呢？18节说。我要这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，盖一个更大的一个仓库，把粮食跟财物都装在里面。我们想现在也看到哦，生意好了，做大了，我们的厂房要怎么扩大？办公室嘛要扩大啊，所以其实增建厂房这个，其实在以前就有了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在那个农业时代，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辛苦。我们这么说好了，70、80年前的台湾其实也是很辛苦。有一块地，啊，可以种田，然后可以吃喝3餐，啊，一家虽然很艰苦，但是非常的感恩这生活。而且这也是普遍大部分人的生活。所以在经文上面说哦，圣经说有一个财主，其实财主是很少的，差不多啊，占1%左右而已。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哈，财主一般人都非常的羡慕，就像我们现在也是，会不会羡慕有钱人？会啊，大家还是羡慕有钱人啊。接着19节他怎么说？19节这个人就对自己说，这有钱人对自己说：“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让你好多年享用啊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”这个有钱人，这个地主，他的计划对他的计划非常的满意，就是把他的收成的田园所赚来的财物，放进他新盖的一个仓库里面。他很确信对自己讲：“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了。”弟兄姐妹，目前什么是我们的仓库？可能是我们的仓库，可能是我们银行的存折，可能是我们的地产。就像刚刚我讲那个地产，可能是他的仓库，
有那个存折、地产，他可以安心的过日子。在农业时代，其实种田的人都知道，种子种下去，真正就是要靠天吃饭。这边大部分都没有人有种田的经验，有种田经验的人举手一下，几乎都没有，顶多种花花草草。好，我们在都市里面种花花草草都会种死。好，所以种田的经验，就是要靠天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没有办法顺利的收成啊？要靠天气。像我们现在是有气象报告哦，你看前阵子一天里面我们经历过春夏秋冬，不知道礼拜几，白天30几度，隔天的白天相差10几度，食物可能会受不了，人就受不了了。所以因为天气雨水都不是人可以把握的。一节牧师每一次回金门故乡看父母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住的地方外面有一个荒废的房子，他把它当成他的开心农场，我称那个叫做天父的花园。我父母亲呢在里面种了10几样的蔬菜，那蔬菜常常看到蝴蝶什么飞来飞去，菜很多，常常吃不完，还可以送邻居。但是我父母亲对我讲他其实只要有个土，有个种子，你定期浇水，按理就会怎么样？开花什么？结果。他说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的。像这种突然雨水太多，大家都知道金门雨水少，突然没有雨水很干旱的时候，或者突然台风天来的时候，太阳太大的时候，还有虫太多的时候，虫太多的时候，所以我的父母亲他跟我讲，他自己在种的过程当中，他说他知道人事的力量是很有限的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，他说我来感谢天啊，他感谢老天爷啊，让他那个种子可以顺利的生长出来。这也耶稣教导我们的，常常喜乐，凡事怎么样？要感恩。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从16节到19节，刚刚在念16节到19节，我们知道，这位财主他对他所说的田园收财物，他没有任何感恩的话。牧师来读，你们可以注意看16节到19节里面有很多的都是我。17节说呢，我的出产很多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办？我要赶快给他盖一个更大的一个仓库。第19节怎么讲？第19节说，我要怎么办？盖更大仓库呢？然后我要对自己说，我拥有许多的财物。我们看的华语把吃喝连在一起，台语的翻译很好。台语的翻译是把它分开了。怎么讲说？我可以很悠闲的，我可以来吃，来喝，然后呢，我可以来享受，都是讲到我。我们看到这个文字里面，这个财主他的内心都充满了我，容不下其他的人。他涂抹的都是我自己可以怎么样，而且他还深信觉得他所赚的这些东西都是靠他自己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财主是一个很自私又贪婪的财主，并且我们知道这些仓库里面的东西成为他最大的依靠。牧师可以说，这个仓库里面的东西成为他的生命当中的上帝。所以20节呢，上帝对他怎么说？无知的人啊！台语的翻译是拱狼，拱狼是正面还是负面？可是也有说天公疼拱狼，爱先点头。天公疼拱狼有听过吗？那所以是正面还是负面？正面，对，天公疼拱狼是正面的，但是呢，语气不一样。你有够讲的，正面负面？负面，负面。中文的翻译，就比较知道了。无知的人，只爱在读了现代中文译本，糊涂的人，都是负面。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字常常代表的是不敬畏上帝。为什么不敬畏上帝？因为他心里面都充满了他自己嘛，
所以是不敬畏上帝。牧师找了一个例子，《箴言书》7章，其中描写一个无知的年轻人，他被一个女子许多的花言巧语、谄媚的嘴唇所引诱。经文说，后来这个青年的下场就是，他就跟着这个女子走了，而且好像牛被抓到屠宰场宰杀掉。无知的人，牧师也上网找了一句话哈，还蛮有道理的。知识比财富更可贵，无知比贫穷更可怕。无知比贫穷更可怕。在圣经那个农业的时代，农业不容易的时代，田园大丰收是上帝特别的赏赐。上帝赐福，上帝的恩典是需要有更多收获的人去帮助其他没有收成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你财主你是应该要去关顾穷人，这个是上帝国运作的法则。我们常常可以想象，为什么100多年，很多的外国宣教师，他们带了来台湾，来帮助我们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因为有的就是要去帮助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为了日本，我们邻居地震，乌克兰，甚至下个礼拜，志梅牧师大概报告缅甸的地震。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援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不要说在那个时代，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时代里面，它可用的资源就是固定这么多，人也这么多。如果资源落入少数人的手中，代表有很多人的日子非常的痛苦，会过得非常的辛苦。这个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。你们觉得贫富差距是不是台湾目前碰到很大的问题？觉得是的举手。啊，只有3个、4个，5个，又多1个。你们知道台湾这个牧师上网查的哦，30年前，台湾最高所得的前20%跟最低所得20%相差几倍？大概15倍。30年前。现在，这应该是前几年的，不是绝对今年。前20%的有钱人，跟最后20%的相差几倍，你们知道吗？这30年成长到66倍。而且牧师也查过了，台湾几乎90%的财富集中在10%个人的身上。所以，其实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是非常大。在座没几手，其实是大家其实还过得蛮幸福的日子哈。我们一起来读20节到21节，来，请20节，请。上帝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就要你的性命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还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这个财主他自顾自己的享乐，他眼光短浅，他行为自私，他预备的都是什么？身外之物啊！他预备的其实都是身外之物啊！什么叫身外之物？就是有一天会消失的东西，就叫身外之物。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去殡仪馆参加告别式，我们也会看到有的排场还好，有的排场非常的多，可能是达官贵人。牧师问你，他可能是达官贵人，他走的那一天，请问他有带走什么吗？什么也带不走啊！这些身外之物有会消失的。这个财主他没有用心来预备什么灵魂上面的建造，他的灵魂只是想要那些财物，他的灵魂没有被建造。灵魂的被建造什么？就跟上帝的关系啊，他没有建造，他跟上帝的关系。如今上帝这个财主说什么？
财主也要为我们，现在也要跟我们讲：无知的人，你在哪里呀？无知的人，你在哪里呀？上帝今夜就要取你的性命啊！其实现在因为网络科技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新闻呐，突然听到某一个人就走了。牧师也听到一个在美国牧会的一个牧师，也不过60岁，他还答应某一个教会说，他们50周年他要回来啊。听说前两天已经被收走了。我们绝对不能当无知的人啊！上帝说：“无知的人，你在哪里？”上帝今夜就要你的性命，你所预备在你认为的仓库的那些东西，保险箱的东西，你的存款那些东西，请问你要归给谁啊？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人的生命真的是有限，那唔通做戆人啊！唔通做戆人。无知的人常常犯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认为的生命是无限的，生命的主权是自己。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的集权统治的国家，他们领袖的作为，他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。不要想那么远，以后我们台湾社会好了，甚至我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有一些自高自大的人，他们做出许多不合心意的事啊。上帝一定会审判，弟兄姐妹，人生命的主权是上帝，绝对不是你跟我。圣经里面有这个话说：人赚得全世界，失去了生命，还剩什么？可能我们在年轻，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，身体好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想到那么多。这一波的感冒，尤其是长辈，都病好几个礼拜。那个知梅牧师的妈妈莫苏玛哈，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了。为什么？感冒。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看到莫苏玛，以前是每个礼拜看，一个礼拜看好几次。你看，我们的主权真的不在于我们了。人失去了生命，还剩什么呢？无知的财主到底是谁呢？是教会外95%那些人吗？95%那些人，其实牧师没办法管他们，还是我们在座我们在信仰体系的我们，我们在心里承认，嘴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吗？我们每个礼拜来这边的基督徒吗？我们是不是无知的财主呢？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要去想一下。我们一起回头来看今天的经文14节到1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的判官，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？”于是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躲避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。”这位想要分家产的人显现出他内心深处的欲望，他要分更多，他非常的贪婪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其实代表他内心有很多的焦虑跟恐惧啊，他对现实他没办法接受。我们看到有钱人，他其实他需要更多啊，有没有？我们不了解。有人为什么可以被诈骗1000万、诈骗2000万，甚至有可以被诈骗到1亿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懂。我要是现在有那么多钱，我电话都不接了。我干嘛接电话？怎么来电都不管他了啊？所以，其实我们常常我们内心对现实没办法满足啊。我们内心其实常常很多的不安全感，所以我们的活猪一个带一个不够。会带2个，这边带完可能胸口的带，我们会害怕，以至于我们想要抓住未来某种东西，而希望那个某种的东西能够成为他生命的依靠。而这个财主他抓住就是看得到的财物。
我们虽然说这个是身外之物啊，但是牧师不客气的讲，这个身外之物却是21世纪生命价值的主流啊，大家都好喜欢哦。有财产分谁不分啊？你争我抢，已经有了，还要更多。如今耶稣透过这个财主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选择，也就是我们过度追求身外之物的下场，会非常的凄惨。我不晓得，我们常常昨天牧师去参加，晚上去参加一个牧师的50周年聚会。吃饭当中啊，一个牧师师母他讲说，哦，他们有去看某一个医生啊，他是上午的诊，啊，他下午4、5点才看到。我说这个医生真的好辛苦哦。那中间就看他请护士去买个面包，跟买个牛奶来喝，伟不伟大？但是我心里会另外一个讲说，这个医生到底在图谋什么啊？他在图谋什么？他是不是真的有使命感？那么，但是他也要顾到他的身体嘛。我们最近常常看到很多的医生50几岁突然就走了。我不晓得那个医生啊，哈，我不晓得他不一定他真的是真有使命感。但是当我们过度去追求身外之物，现实当中有很多的例子，而我们要以历史为借鉴啊，因为我们在世上不过就是财富的管家而已。当我们人离开的时候，1分钱你都带不走。可你说牧师，我希望洋鸡帽子啊，你在那个棺材里面帮我放上洋鸡帽子，让我一起烧了，可以。牧师买的是洋鸡帽子。那个知梅牧师的爸爸，他就很喜欢那个洋鸡的帽子。那时候我没有，是洋鸡吗？勇士队，那个爷爷很喜欢勇士队，勇士队，然后我们就买了一顶勇士帽子给他，他走的时候，其实我蛮喜欢那一顶的，但是后来啊，还是给他那个带走哈，带掉了一种勇士帽啊。可是当我们在有限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绞尽脑汁。牧师不在讲别人啊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绞尽脑汁，用尽一切的心思跟手段，选择为我们自己的灵魂积聚一些财物？所以这财物不一定是钱哦，我们在意的东西。经文怎么写？就是到头来你会因为这些灵魂啊，你本来要满足这些灵魂，可后来这些财物反倒会害死他。上帝说：“我今夜就把你的灵魂取走，你一无所有。”我们人的一生的确有时像一条我们在大海中漂流的船，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去。甚至在大海中常常也遇到大风大浪，所以世间人他要寻找一个安全靠岸的港口，躲避风雨，也是很正常的啊，也是需要。可是他找错了，这个财主跟这个想分家产的人，他们找错依靠的东西。他们找了什么？找了身外之物啊！因为这些身外之物可是会消灭的，这些身外之物没办法救他们的命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才是我们世间人是真正的永远的避风港。耶稣才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风港，因为他原本是上帝，是神。他为了我们来到世间，成为人。在世上，他经历了许多的苦痛，被鞭打，甚至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。耶稣赢过死亡的权势，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成为基督徒不是代表以后就会一帆风顺，不会遇到困难，甚至无病无痛。
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的内心多少在信仰旅程当中，我们还是会碰到有让我们忧愁、惊慌、软弱的时候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身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现在是基督的门徒啊！而且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谁在掌权？上帝在掌权啊！这对信靠耶稣的人是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主掌权的意思就是代表主会替我们一生负责到底啊！在整个路加福音12章一直过来，在这个段落之后的主题叫做“不要忧愁”。等一下大家礼拜结束可以看到，我们教会有开了很多的花，除了3月的杜鹃，还有下去一个红很漂亮的花，大家去看一下。这些花草，甚至天上飞的鸟，上帝都会自己看顾。后面的段落也说，因为我们的忧愁可以使我们多1岁吗？没办法。上帝如果连花草、麻雀都照顾了，何况是我们按照他形象造的我们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在我们信仰的旅程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。本末倒置什么？将我们的一生的注意力、有限的人生，放在那些会毁坏的身外之物身上，咱唔通真做戆人啊！后面那一段，路加福音后面那一段也有很大的盼望，说当我们求上帝的国、上帝的义的时候，我们凡事都可行。而且上帝也应许我们，应许我们什么？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他会加添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要专心倚靠上帝。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操练什么？委身服事跟彼此相爱。虽然只有8个字，但是这8个字是非常的困难的。委身服事，彼此相爱。你要委身服事，你要彼此相爱，是要非常多的牺牲奉献跟包容，跟愿意陪着弟兄姐妹多走1里路，才有办法做到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职场上面，我们要爱邻如己。我们要将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，给更需要的人，不是吗？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个回应诗。
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万人当中，你拣选了我们。可是，在这个信仰旅程当中，主，我们有时候不小心，在我们的内心留了一扇窗，让许多的欲望填满了我们的心。我们这个我胜过主耶稣，我们这个我胜过你的爱。主，愿你慈神爱所常常拉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、回转，走向你，让我们的心重新填满主你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满满的爱。也因为填满你的爱，让我们在前面未来的道路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器皿，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跟盐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。在我们当我们礼拜结束，我们走出这个教会，我们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希望。我们不担心，不害怕，我们不忧愁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、天父上帝的怜悯、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，唔免惊。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彼此交谊。